自2024年7月12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开启溯源谱系的新安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上卷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2节。亚当、赛德、以拿士、该南、马勒列、亚列、以诺、马土撒拉、拉麦、拿阿、闪、含、雅弗。雅弗的后代有哥灭、马国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色、提拉。哥灭的后代有阿什基那、利法、多伽马。雅完的后代有以利沙、他斯、基提人、罗德人。含的后代有古实、埃及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后代有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弗他、拉玛、撒弗提加。拉玛的后代有示巴、底但。古实阁生能力，伊是世间第一个勇士。埃及生罗地人、阿那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拉弗土希人。哈斯谢罗人、加斯罗希人、加弗托人、菲利士人是即族的后代。迦南生大囝西顿甲赫人。亚布斯人、阿玛利人、吉加撒人、希米人、阿基人、西尼人、阿瓦底人、西马利人甲哈马人。闪的后代有以兰、阿述、阿法萨、罗德、阿兰、乌斯、何勒、基帖、米色。阿法萨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两个囝，一个叫做法勒，因为伫伊的时代，人分散伫逐所在徛起。法勒的小弟叫做约旦，约旦生阿摩达、沙列、哈撒马菲、亚拉、哈德兰、乌撒、德拉、俄巴罗、阿比玛利、示巴、俄菲、哈菲拉、约巴，这个拢是约旦的后代。闪、阿法萨、沙拉、希伯、法勒、拉俄、谢洛、拿霍、塔拉、阿必兰。阿必兰就是阿必拉罕。阿必拉罕的后代有以撒、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的后代记伫下面。以实玛利的后代有大囝尼拜约，阁有基达、阿特别、米比山、米西玛、多玛、玛撒、哈代、提玛、以顿、拿菲斯、基底玛。这个
拢是伊什玛利的囝。阿比拉罕的细姨基托拉所生的囝有心兰、约山、米但、米田、伊示巴、甲苏阿。约山的囝有示巴甲底但。米田的囝有以法、以弗、以诺、阿比代、以勒代，这个拢是基托拉的子孙。阿比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的囝有以扫甲以色列。以扫的囝有以利法、流尼、亚乌斯、亚兰、科拉。以利法的囝有提曼、俄抹、西波、加坦、基列斯、提拉甲阿玛力。流尼的囝有纳哈、舍拉、沙玛甲米撒。西尼的囝有罗丹、索巴、这边、阿那、底顺、以切、底山。罗丹的囝有何利、希曼。罗丹的小妹是丁拉。索巴的囝有阿利文、玛纳哈、以巴罗、示波、俄兰。这边的囝有艾亚甲阿那。阿那的囝有底顺，底顺的囝有希但、伊示班、约兰、基兰。以撒的囝有伯罕、撒番、阿干。底山的囝有乌斯甲阿兰。以色列人还未有君王统治的时，以东地区的诸王有比尼的囝比拉，伊的京城叫做丁哈巴。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舍拉的囝约巴煞接伊做王。约巴死，提曼地的人何珊煞接伊做王。何珊死，比达的囝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伫摩押地区弹赢米甸人，伊的城叫做阿米德。哈达死，马苏利加人松拉煞接伊做王。松拉死，幼发拉底河的利河别人色罗煞接伊做王。色罗死，阿吉坡的囝巴力哈兰煞接伊做王。巴力哈兰死，哈代煞接伊做王。伊的城叫做巴乌，伊的某叫做米希塔别，是米沙法的查某囝，马特列的查某囝。哈达死了后，以东的族长有丁拉、阿力瓦、亚帖、阿何利巴马、伊拉、比伦、基纳斯、提曼、米比撒、马基迭甲伊兰。这个人是以东的族长。
以色列的囝有路边、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但、约瑟、便雅悯、拿弗他利、迦得、阿舍。开启溯源谱系的成眼光。阮老爸捌对做儿女的阮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。无久以前，恁的阿嬷接到故乡民雄一位久无联络的阿叔的电话，伊讲有一位大师想要找阿公食万安的亲人，因为有人要购买登记伫食万安名下的土地。阿公早就伫阮老爸少年的时就过身，并无交代，也是留落任何的家产。因为安尼，阮老爸一向认为家己的家族是无产阶级。阿嬷接到电话，就交代老爸转去老家，并找柜仔内是毋是有证明的物件。果然，老爸转去日式建筑的老家，伫秘书室有魔法的旧橱仔内找到一堆尘封的手写文书资料，内面有几张土地质押所有权证照据，登记伫阿公名下的土地所有权证，和一份正式家族树葬家谱，顶面誊写着一代一代老爸毋捌听过的先人名字。另外，还有一本阿公亲笔用汉字书写的半生自传，这是1923年撰写，1927年1月完成的。根据安尼，老爸找到遐个对阿嬷嘴里流传落来阿公的故事实存证据，迄是存留伫伊生命中将来无消失去的物件。族谱历代志的重要部分，互犹太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搁较深。族谱对受领之地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讲，是比遐个无动力回归的犹太人搁较重要。受领回归者必须找到身份的根源甲行动意义的连结，搁根据家谱的证据，才会当伫回归之地继承先人所留落来根植伫土地的运惠。为了互回归者明白所继承的以色列使命，作者书写个人认同的身份证甲族群连结的历史，互因知影家己对倒位来，为甚物伫行动。作者也互个人的性命会当连结到伫族谱，伫每一个名字的关系中，重新构成一个通含世界共存的信仰共同体。伫历代志上卷第1章第1到第2章第2节，作者就用族谱做书写的启示，互伊连结伫上帝创造人类的信仰告别。第10到27节介绍2个重要的谱系，对亚当到挪亚的10代，以及对挪亚落来的无共世系。27节则讲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兰，又名亚伯拉罕。对28节起，作者若像有意强调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脉相承的后裔，这是继承上帝圣约的子民。作者借着溯源谱系，唤醒以色列人找回因并无失去的物件。
提醒因承接阿伯拉罕的圣约使命，搁依照圣约来继承上帝伫即块土地所要赏赐互因的恩德。默想，安怎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家己家族的家谱？上帝对我家庭所施的恩德，要安怎伫族谱的顶面呈现出来？安怎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家己家族的族谱？上帝对我的家族所施的恩德，安怎伫族谱顶面呈现出来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互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诚侪家族的一份子。我要用感谢的心，领受一切来自家族的意爱，搁要对你的呼召继承信仰的圣约。愿你的光引带我向前，互我活出家族生命的价值甲见证。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